坛艺术的窗口，评坛之一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追么再相逢。市民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目前我们苏州评话界呢有2位国宝级的评话大师，他们就是我们江苏的金声博，还有上海的吴君玉。对。那2位呢，评话艺术如今已经是登峰造极，所以呢，人称啊他们是评话界的国宝了。一定不错，任何艺术，只有让特定的环境当中，特指艺人们的不断追求创新，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使人难以防备的艺术形象。但是呢，今次我也不应该告诉大家。那该当然，你这个2位评话艺术大师当中的其中侯君玉先生，因凭艺术无限与经验4个研究的凌晨2点10分逝世，终年呢是77岁。听到这样一个噩耗呢，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悲痛。吴君玉先生的去世可以说是我们评坛艺术界的一大损失哈。那记得上次特邀他来录制节目的时候，精神还挺好，真的非常遗憾。在此呢，我代表我们电书厂向吴君玉先生家人表示深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作为评坛演员，你呢还经常十分的欣赏侯君玉老师的评话艺术。侯老师的评话艺术呢，一生追求的就是不断的创新的事业。那么，侯老师你经常讲的，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贴近社会，实际上呢，你这个艺术才有新的活力，才有新的发展。侯老师那里非常主张，你这个评坛艺术要有新的说法，它是新的语言，就是要独特80岁的思想，让基层达至发展当中呢，来开拓你优秀的评坛艺术，才是你发扬光大的光明大德。确实啊，像吴君玉先生是一位评坛大家哈，他真是一生都牵挂着评坛。你看哪里有评坛，他就去支持他们。像我们电视书厂开办至今啊，吴君玉先生从不摆明星的价值，也不讲名利的得失，每请必到，为我们电视书厂呢录制了许多宝贵的节目，深得观众朋友的青睐。那他的深深举动也感动着我们栏目组的全体人员。他的高尚无私的行为呢，我想不仅极大的支持了我们的这个电视评坛，也给我们评坛界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那么在这里，我想对吴君玉老师深深的道一声，吴老师，谢谢你，我们苏州观众也非常的感谢你。刚刚呢，你讲的侯老师的评话艺术最大的特点是追求创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还是非常欢喜侯老师评坛艺术表演的一个方面的。侯老师的表演当中呢，你经常穿插一些应时的噱头。实际上呢，就为观众带来了轻松的愉悦。那么回味一下呢，侯老师所说的这个一些轻松的笑脸呢，就让你大家周围的生活当中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有劲。所以那个表演往往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没错，在我们电书厂第14年的这个节目当中哈，也有幸留下了吴君玉先生许多精彩的节目、宝贵的资料。那其中有一回呢，最被大家看好的就是吴君玉先生和金声博先生2位评话大师黄金拍档强联合的大闹快活林。对。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是1995年我台录制的这档节目哈。来一起欣赏一下。罗好事的要不来，要不早上可过去女士来了。好，筷子不能接，附送汽水旁，早一点的忙子玻璃一把，补一补，砰，头到地上，不好吃。哪不好吃呀嘛？都是牛小肺，都不是这个牛或者牛肺，就都狗牛味来哟。要么这个么子那个意思哪什么呢？我推啊，推嘛不少人去啊。那时候把这是的嘛不些嘛，有些这个么子少人打呢？不破不推。哎呦嘞，老板娘，你经过去女牛是的呀，推呀哦。大里他弄来过来弄了呀嘛。经过去女是今朝打来推你外地的不跟俩考啊，不快活。老嘴送来不上上的，今朝不来上面啊小月不逍遥。哎呀，怎么样子呢？考我们要自家寻的，寻考我，小月嘛还要自家寻的，要么那寻可以。寻不到嘛，那个胃口改胃口，要么来，快这个这不来，哎呀，一口心里砰砰叫一起。一只房间，古代叫鸭肉，现在叫开土一百吧。我是不去的，你们经常去的。来帮我去的，不要他去这个么？搿房间里向是不好3个人，一个懒懒的，在一发胡子，已经大叫花吧了，让人吃醉。旁边2个年轻姑娘，
搿老师你介绍不动水，搿张头面面红是面红眼线，一个鱼嘴不里吃，一个筷子弄小饭说不里吃，搿个扶手厚。那个老师你睡觉头脱个啥？在那上个情况的时候子，睡觉唔得上个头头，你还好下去。该这辆吹动的作为作福，趁我脾气，砰一波拉力出去，再一响，非但不能拉，看到呼吸，醒上了，打不打？哎，这是做什么？这个人家看我也是叫仙爷呀。那么这是快活逍遥。你看这样的快活时候的逍遥，我倒也要逍遥。说谁打呼吸的啥？各位好友们，你要看我，你要想我这那种身材呢，我给他在意的。你一个身材嘎嘎冲冲的，身体在那样上头，这种肌肉是他体里面一样的，侪是3米多块才是，分量好啊人了，4、8斤的少头一堆堆，要么给个叫肚腩那样样，俺不要。对呀，第二个有广东的嘛，哎呀，名字叫鸡冠火，一不要。这么一个伙计，一个这个为他唱伙计写的，叫亚开火那样，更不要。谁的啊？谁看不看上去那一上午的个喽？那有啥人呢？你来看，试一试，他要洗胯子，说个老板娘呀，这个那老五的样子。想不老板娘谁听见，实在难不是。你吃豆腐吃到我头老上来，那样眼无是不张上开，喂，上来个气气的，你要不打听，哎，这里是啥东啊？你当我滚出来！好，俺们呢来了，攞着袋子，砰，一小弟哗啷当，这一滴，砰，跳过来，都举在鼻上人砰，立定，嘿，看你立定没好。那么老板娘想东西，老板娘哪么那叫默默不仁？俺这个人那好东西，老板娘当归不你，拿起刀水来猛针子里这么一光的，扶手都在我了，你往我的旁一蹬，把你一蹬，啪，一水打个空，身体嘚儿一个巨石头，百姓带无所，来得正好，起个条是大一步，抓了3块地方的重针。上身的就3个臂，我的裤子的腰当中的粗腰的，还是重筋，一步抓了往外的，嘿呀，哎，高举起，饶命呐！哪娘们，到了自己了，看出去，问事，谁这个放我来，或者为了亲爹，让我这里留不下，眼睛一关，一四只大嘴角。最刚给谁不开了，我亲来吃嘴，你们拍跳过来，我的对手我叫到上，忙正最刚里看他，谁敢去最哪来的？哎呀，你也叫狗刚当，哎呀狗当，哎呀不得吃不落在狗3公东错不都在拎起来往地上上砰一回，你要别回得着，老板娘不会顺着，该不会噻。第二个做拉了吹一天会得心手来的，谁那个辰光外头批老百姓哇！还是路上非开心，这个就最低里向他长出来，从来不够去外头当亲戚，今朝来了，所以怕水怕脚，好啊！这样的人道，来里边朋友听了，有本领，不要与姑娘较量，来呀来！到对边，日韩相中，较量。好啊，相中啊，好这子啊！好，刚才我们欣赏了2位评话大师的精彩节目。
大闹快活林。我觉得创新和噱头就是吴君玉先生的2大特色啊。那对于人物的细腻情感，他也是表现的那么细腻的入微啊。对的，我想作为艺术家，那个表演才能是多方面的，既是细节的，也是悲剧的。像你到搿屏画个呢，有坚强的施工，也有形成的引体动作。所以刚刚你讲的关于人物的个人内容啊，我觉得呢是那里同样是表现的丝丝实看。那么我记得有一年啊，胡军呢是辣开明大戏院设的一位叫天花甲妓女。那么搿个一位说的成绩呢是相当的简单，主要讲武松搭子里个拉是追动了天花甲碰上。但是搿个一对师徒的心理的描写，胡军呢是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个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评话演员的功底。还是胡军呢是能够抓来观众的种种的说法。好，后面呢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搿个一位说的片段。那小伙子生得体格体壮，面瘦英俊，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杀人晋阳宫大后体，猛收耶！那700长斤和6斤啊，都泡泡的小胖啥个意思啊？搿南北到苏州来，我的今朝是要拿出来的。像现在年纪大着了，如果清出了身，我还吹根都轮得来讲，现在吹不动着。个皇人大高靠近天花就叫搿条高了是分明的，凡是外地来的人背下去看一看，所以个外地人到苏州官地高背下去都有看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谁巧听到那乌声的辰光，突然间哗，乌云推上来。片刻之间，这个雨哇，像彩虹来一样落成的雨。上至山，14山上追，俯冲3分道，哪能分呢？到一般低高的烈焰地下避雨，可一避雨了，心里想伤心事。出来过过实实，现在落雨不开心的人熬着雨，那么也是样子。1个月子，我跟阿哥辅导了，身体也不大好。人是一个奴才之辈，等了一头没人过起码里，我一离开，谁有人起码里？不过我规则里随便说起逆来顺水，等兄弟围住来搞半天，杀人杀人杀人欺负人，我要一个跟你，跟你叫都变态的，说起外文5倍，想起来，可到里头我送进相夫。少年的分办法，门口的这个，超进2口级分口级，我发了一脚。照道理们应该领导里向，要超进亲自睡下来，晓得外文，根本我围住了。不晓得胡说啊，那事实是哦。那得了杨国有土兵都的哟，胡说，大呼英勇，富二良。一旦皇上少年认得来，可绝对不得了。还有比你说是我吴军牛，手上的哦，吴军牛，那到北京去少年认得来，莫讲张路的朋友发认得来5斤牛了6斤牛了还在吧？500人认得个呀。那么他这个程度蛮快的，片刻之间雨过无天晴，儿子不要紧，不像现在的儿子，你这样要长个牛皮靴，有点师傅哎，大子该大，天后最强，总要够强。固定奖对一个球子为做期待，拿不过来，500几户辰光大家头，一口个定奖哟，一是高，一是头，旁边个来过雕刻精细，据说个定奖到现在还来。我记得大概要10几年前的，阿拉到北京演出惠州来，路过开封，杨振勇当2个人曾经到开封去过的。要杀钱嘛，来的这个杀白钱人，一斤杀这个，所以把路啪在屋里要扣一扣，一斤，公公打动脚米上向下来一个人，这个老伯伯身材傲些，皮包骨头，胡子头发花白，身上不穿衣裳，一口就写着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这一把雨伞还让追下来。年纪大子，白路更要当心，一直如果雨下节，更要当心。所以一斤，双方一个壁，
一个是概念，大高口的脚底下，一不小心，老个只肩高，砰上上来，上了扶松的只肩高了，上了面子发头啊，真正砰一砰，当！扶松人这个他半个身体发麻发酸，啊，腰分喊出来，当！个跟都上丢去。是个整个怪的，那个字那杀着了，啪！轻在那震荡，重在脑浆崩裂也伤命。个人们就是扶松的本，嗨！一个这砰提起，一个人弹一走，问了，在这围绕晃，两只手忙成九来咕咚，打！哎！后已经让过来。这个是酒，沙丁一个人呐，一个地里头，我扶松老虎当着啥个，带起的一口泪脏通红，一个外边老伯伯也介绍，而且来了动啊不动，个老伯伯一口哎呀，还哎呀两个字，唱字母，要真噔噔噔噔奔我来，到扶松边了，70岁。把那个老乡去打里搂一搂，扶松老的一会，你在拍的发烧个头面掉，我这发当心人家说很得这个来，这个老了没懂礼貌啊，壮士都怪老害不好，坠落不顺意，一个不小心把你碰了一下，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辰光个扶松最96岁了，血气方刚。你说个两句我们也我讲的，打一把来丢下去，我才能起来了。爸爸对不是啊？我来把你走起啊！你在里拉当着红，这个俺奶奶为人力张通红，为的一句哦，不放肆的，追吧，别发掉。哎呦，大家想本来我这里记住，还有伤。那么我帮那个忙，现在看上去不来了，让落不落？小老高兴了，欲为欲己，少年得的欲为欲己，不对自家听得很。对吧？老虎讲片刻之间走个弯，哎呀，两步路是跑得上，就是神隐不见了不成。你这个扶松似梦初醒，哎呀！我不过从虚荣心说起啊，这个上有哪位人落不落？那说你句是个一个人了，是个身配，帮一帮，我们要管这个扶墙的，那当是普通人了的呀，看上去有本事干。我出来辰光一送礼，二我们脑子里想过。东京王城大地方，行事方圆，寻到1个、2个，当作对号，把你做师傅，立的本事，那么我奉的虚言一次，你的扒了我门前，不是，对吧？我们要勾勾他，哎呀，那么翁着。你看吴俊义先生的表演手法相当的讲究哈，他运用多种口技啊、手面表演手法，然后又再借用一些道具，像扇子、醒目、手拍哈，等等，来表现出这个展开抒情啊，还有人物的塑造、服务啊，为这一切哈。对，那他非常注重和观察生活，还有艺术的积累。那像我们电书场就曾经拍过一个小节目，那介绍的是吴君义先生运用这些手法达到的艺术效果。那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好，今日设计开张，带有谁有美神走，10岁最过来，2个这里老萨拉门嘎，里向有11只猪，谁吃了吃了子，这个猪肉了，一年到欢喜10多个、20个，吃不当多分开，欢喜嘎啦一头个，
一面吃一面那口。哪家头我的呢？这个名堂谁叫支路强？10岁好本事，人家做子要2只岁抓你的，你1只岁来打，你都抓了，晃一步拎出来。那么这知风动人，我把你吃地行，努力的嘛人，这么这个人当我支队赛个烧到8月斤，那么你要抵抗你，一副会搞脏的，叫啊！这个就是抗议，一步拎到外头，有着上灯，搿只水帮忙，后头叫人推一步，砰，高高举起，往上灯上一放，当头起楼，砰，打出一波屁水，杀不等，两，拿支路个河坡个浪推了，嘿，唰，咔咔，一打风为是个，一拍这一只走个位。杀通心门，临死之前，咔嚓头面支了个叫，一声臭叫，来听，咔嚓，跟那声音这样难听，斗气声音还会好听的了。大将碰将马一捋，咔嚓我喊抽出去，咔上脚。要从这里向飞出来，宝马，快走，砰砰，嘿，那么个把我发个，快！有的挥杀当当。莫非让有大将上枪，一等亚马上席，真威风凛凛。事后108将，其中5个人定恨，号称叫欧后大将。那5个人为了避色避义，让多听，而且为好看。第一个。出法规，刘当第一个花后上陆之身，第三个破面三郎首先第4个晋阳宫大皇帝孟松，再一个天杀星和衣服雷鬼战侯军日呢是李主属于石岗飞弹的评话艺术，是李基口带来平台加前代优秀的表演艺术。那么作为继承呢，一幅图的吸收兄弟艺术的优秀精华。那么里面一参加一次大型的演出，谁要仔细观察台下的观众，你都是落下来层次的书迷。那么同台演出的演员呢，也是落下来的节目。那么如何来结合自家的表演，使得你的节目有新意、有创意，这样呢才能有可看性。所以你给大家讲，侯老师的兴趣爱好，他是再来才是为你的表演艺术所服务的。好，我们呢，你就来回忆一下让1994年，你让你所在电视书上里录取的一段经典出发时。那么，让开当呢，你也可以看出侯军老师的艺术素养还是相当高的。大业中秋，归还乡。做雕鞍，听梦的我却是根呀，李婆舍与我父相交，不叫我出把他是当着了人对头冤了家，既杀人你不用心间，害怕
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各位朋友喜欢吴君玉先生的评话艺术，那观众都觉得吴君玉先生的说书特别的卖力哈。这个，即使是年龄到了60、70的高龄，仍然保持着旺盛的这种精气神。表演时候呢，绝不偷懒的。可是副一个。对他的形体动作呢又很讲究，而且呢气派很大，可以说是演什么像什么。他曾经在我台录制过一回断筋助湿马，对，那这回书呢对形体表演的要求很高，也有难度很高的马叫啊。对，吴君玉先生呢就非常到位的表演出了这种马叫的一种特色哈，真是不同凡响。那他那独特的表演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对，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把这个好个我西洋上看到，可上我大概随着朝阳要是体力带风居下，好极了！今朝你来服侍，我来上去，驷马贵木了，这个就是个波，人家不动发出动力。发出动力，才发怪。我口中呼吸，随着我的，说的黑山好嘛，外国人的，啪，随着刚刚4分钟地上，你还有4个脑袋，你8岁，一走4个脑袋过来，4爷，驷马，4爷，好不混气。这个脑袋定定了人为自知的意思，好不呼吸，这个无法举气，这有人句了，就是心领神会，是吧？4个人，胖几步里出口高，带着好多屁股雨，气到就去一喷，这个马车踩了，来把那上木来带这个头，就是带身上像放开一起。你大可不想，他找磨两天，给我跑一起，说起来跑磨皮，现在跑，我找磨分类磨皮，这里带地龙城杀一出，我4人抬开，我往鱼台啪，别怕，这头马就是我的命根子。这个有一次叫锦衣的心里对吧？再忙我要不客气的，去你妈！你这个马，咱们4爷欢喜出银子问你买，哪个4爷？江湖人称奋面金刚4分功，入名气像他干了，说的不是太一样，不破啊！我都精神，现在我补。另外个地分子，再负责4个人，多定定，某家人松，往上6天，几次某一处理，一点点不是气，是不是英勇性不毛战？我也是打通多几步，过了4分功、3分功，怪我少些。要买我的马，来，其实这个毛是我晓得市面上的道理呢。这个是高，多少银子？我说还高，1000两。哈哈哈哈！小子听着，哎，我那匹马不是1000两银子能买的，是吧？这个马毛就是1000两银子，一点一点，有多少马毛你就出多少银子。你看娘个蛋，这个是你母。个母妈这个身上，地天上这么多人负责这个的银子的呀，混账东西，哪一进一个出的白了上来，
所以我刚刚出了前两年自告，呀一起往全马的胖胸口都不用啪一抬，哎呦胖一个跟着掉下去，第二个雨绿车过来，两个带腰里胖两撇水，啪往上头一抽，抽到上去打一个助身，都真是全身跟着好的一很。等你弄来，你两张水方撇空，已经收住了，啊，往上一扣，马个蛋，啪就有的。一个针，这个好，这个好，眼睛一撒，领队一个把有换一次，3个女生啊，要4个一头来，哗，一个包围，每人去2张水，一上一火，大家头走等着了，说起来抓，不过可让抓了，你们胖起起来，往地上一回，再是一匹马，10匹1匹匹，大字斗。好，用上来，就觉得这口奶娘，你往下头一腾，真的是脚，这个盘当中一个地，挨着这花深深，哈，来一个吹风收落印，当一个秋子，来半个秋子，我这还半个在，我不能谁个到过来台子凳子3当饭，那个收水地主的要行囊。你要围着了10个，你围着了场务，什么半个我就代表4个，4个人第3个跟斗，全部不容样，3人补起来，围着人分补起来，说是一样依据，那我个头人跟斗得到3样了，这才得到头人最高4个2个胖好当里，手得背不成，那头人跟斗得上5上我就背不成。可实际上掉盆头，都是旁边的人黑。4年啊，吃到那个盆的周围了，那4个干来嘿，那个头人家还要松一松的，掉盆头，哇，反正2个白糠洗下来，地门口2面汤阴在绿廊上扣。哎呀，你懂谁？4人共8岁，一样。各于奴才，金刚才，真头是英雄，伟大了得！2句来鼓龙皮，杀人出上去，照我的推到上头，3下来，那个2条水盘拆开，往上挤一挤，一个人是刚武器。跟领导叫保护人空，人到5队，手脚留稳，雨脚啪机器叫滴滴问，我不问社会演上的人，所以叫再放平，都就那个大概是你就是司文公嘛，你的宝马肆意欢喜日后带上来放你妈狗屁！要我的宝马不是银子能买的，也不是你能牵的，那可让上领好亲这个人的气够嘴子了，往往语意引动把它撑来，记得你这个来得及。这就是马很近，砰，手上的杀，跟你上面一踩水，踩啥地方，跟老两根不对，是个不对踩牢，哗一走，让两根不对要走，哟，力量比赛叫呢，4人公踩不别来，雨水一扛，去找周水，这个人这问题，总不以雨水为治，周水为覆盖，总体来讲。还有工地吃的第3菜，用周水，我这不但小时候还是周水，可是首先要让分割和不属于这个增长才是个人，看起到周水，来，看2个这里，一小哎，啪，水这个2个这里，老周就是个你想抠了不行，拎过来，这叫顶嘴，让你3户都走。
人过去遭遇这个脚气，他离开了盘地了，也的是很地道，脚跟放的干净，是了，阿放分放，哪能分放？眼睛在死你口里一口，啪，一手水里，口不人上百，哎，口得成意思，动我微微在那帮里，我们一举一动，来二种方式，要引起公愤，不是啊，说不动，来，打，打。自讲三打，搿片龙举目，还一打硬劲拉过来，搿片龙阿毛上，这就是毛病，在心头上口，抱起来呀！你这枪要把你这个龙举目的更难呀！四人公堂对的给你，手指一动，黑上回抓。我去，他说不，有就是他明天起来，治过一个血。王法在哪里呀？来我分担分言一分进，切心切口争斗地。上两岁是我志向，是我归属。单独一地方的高，为啥弄得我是个人？我讲得起，我说大大的，我犯了少个谁？一岁一世一语考试，谁是这样？不考一时，欺压百姓，所以高一上王法了啥地方啊？倘若心中不服，要大小衙门，你去告你家司仪，等你的妈打你这个罪，告得真，我规矩随我将马还你。哎，看你口里跟人司仪，为尽庄子，归在专庭之上，归上三品三役，高教司仪，少归命。我看你口里将马还你。三有能耐，有本领，聘请江湖古龙人生，谁来弄转与我悲事？将量甚至为马代理到期，背着上一门一个施国顺，对，这个身体好的我背不得，哎，司王公，你欺人太甚！你等着瞧，我来拿马的那一天，也就是要你狗命的那一天。这个我是阿受伤上两岁，周边这个三当真的是司马公受得很，这也对伤残牛的老经理抱枪之。我们电书厂14年来还录制了许多他生前的保留节目，其中有这个李逵接母啊、黑白斗啊、宋江提反诗、大闹盘古镇、白虎镇等等，可以说为我们评弹艺术宝库呢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资料。那在今后的电书厂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陆续播出，以表达对吴君义先生深深的怀念和哀悼。吴君义呢是虽然离开之年，但是呢，那个艺术形象却永远留在你的心中。那么，那个从这段艺术的精神，还永远留了，特别是你平淡语的生活当中。后来是现在20吧，以这样永远的怀念的。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片就到这里了。